一名维吾尔妇女从中国集中营释放后死亡，人们认为她一定在营地中遭受了酷刑。中国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一名50岁的维吾尔妇女从集中营释放后不久因未知原因死亡。前集中营受害者早木日达乌提女士说，这名女子是其亲密朋友的母亲，此前曾因前往土耳其而被中国当局拘留在集中营中。在营地拘留了2年后，她的健康状况恶化，最近被释放。因她身体不佳，她被住院，但是治疗无效，不久后死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被拘留在东突厥散集中营的人们遭受了难以想象的酷刑，被迫服用未知的化学药品，结果发生了严重的身心健康问题，甚至猝死。尽管中国官员在每个平台上都坚称他们已经关闭了该地区的集中营，并且90%的维吾尔人已经返回家中，但根据中国社交媒体的信息显示，中国在撒谎，维吾尔族继续在集中营中受害。再有报道称，东突厥散有100万穆斯林被拘留在集中营后，英国有14万5千多人呼吁政府对中国采取行动。犹太新闻发布在线请愿书后，英国议会将辩论对负责镇压维吾尔人的中国官员的制裁。令人震惊的报道表明，在东突厥散有超过100万的穆斯林被拘留。人权组织指责中国当局在集中营犯有严重危害人类罪，包括强迫劳动和强制绝育。报道指出，已有150多位议员支持犹太新闻给政府的信，该信将送到唐宁街10号总理办公室。马来西亚海事当局10月10日宣布，在该国南部海域扣留6艘中国渔船，逮捕了60名中国船员。马来西亚海警10日发布声明表示，这些船只都是在中国秦皇岛注册，船上共有6名船长和54名船员，都是中国公民。在2016年至2019年间，马来西亚海事当局共发现中国边防海军入侵马来西亚海域89次。马来西亚于近期向联合国提出，对马来西亚海岸线200海里以外的大陆架海域拥有部分主权。马来西亚外交部长在国会上罕见公开斥责中国，直指中国南海主张缺乏国际法根据，并强调马来西亚绝对不会在南海问题上妥协。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表示，我们希望进一步发展与蒙古的双边战略伙伴关系。据日本外务省发表的声明来看，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对蒙古进行的正式访问中，与该国外长恩和泰汪举行了会晤。在会晤中决定，日本将为蒙古提供2.36亿美元贷款，帮助该国恢复经济。外务大臣在会晤之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捍卫人权、自由、法律至上和民主等基本价值观的蒙古与其国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性，并希望进一步发展双边战略伙伴关系。据共同社报道，茂木敏充充分受到蒙古总统和总理的接见。在巴图尔加与茂木敏充会谈中，就蒙古铁路基础设施的开发和地下矿的开采中加强东京乌兰巴托合作问题进行了磋商。再一次违背停火协议的亚美尼亚部队对甘捷、蒙哥切维尔和泰尔特尔发动的导弹袭击中，6位平民死亡，34位平民受伤。阿塞拜疆外交部在推特上说，10月11日晚，阿塞拜疆第2大城市甘捷虽然距离前线很遥远，却遭到亚美尼亚武装部队的火箭弹袭击。这次袭击有7名平民死亡，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39人受伤。声明中指出，死者中有4人是妇女，受伤者包括16名妇女和6名儿童。当局正在继续进行搜救活动。